这里就是关西镇，一个保有传统客家风情的地方。既然是一个客家庄，为何有着这么哈日的地名呢？关西的旧名是咸菜瓮，但我们想破了头也想不起来咸菜瓮和关西有何关系呢？还好我们在关西的信仰重镇太和宫遇到了今年脚踏82岁的关西地方大佬徐庆松阿公，他好心的跟我们说，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关西的这日前啊哈，日前按照咸菜瓮啊，咸菜瓮的是啊哈，用半斤我变成了关西呢，就是日据时代哈，日本你台湾各日本日本嗰種時啊哈，嗰陣時佢攞到你關西到底乜嘅名，學嗰啲人就嚟個咸菜瓮，咸菜日在日本過來做咗芹菜，芹菜佢就講個關西芹菜就係好啦，你啊，所以關西就係芹菜，日本過芹菜就係咸菜，呢，所以特別你講名嘅哈。原来是日本话咸菜的发音和关西很相近，这个理由还真有趣。徐阿公还跟我们说，来关西就一定要去牛南河来看看，不去就太可惜了，因为那里相当的漂亮。现在虽然在整修，可是还是相当的美。而且不止如此，徐阿公说，牛南河可是关西人的生活重心哦。过去关西老一辈呢，生活总离不开牛南河。牛南河的水普育关西人。关西人每天晚沙洗衣都在牛南河畔。说了这么多牛南河的好处，但徐阿公说这条河也是有耍任性的时候哦。牛南河嗰陣吼，頭擺水下潛，喺東邊人吼，東南邊人嗰陣，出來關係買賣嗰陣吼，白天就我對牛南河嚟講，特別冇橋，過水嘅就非常嘅不便嘅，常常喺做太子嘅時候，接人哋本嘅太子流動嗬，以後呢嗬，以後大家感覺到非常嘅唔便嘅嗬，日本時代這樣目款，來民眾配合，來讓佢錯掉嘅東安橋。東安橋造好之後，往來生意的人方便多了，也造就了關西鎮的繁榮。漸漸的，也讓關西這個客家莊產生了許多令人驕傲的事蹟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，便是范家古厝的故事了。范家古厝的祖先不是別人，這是范文正公范仲淹。因此，理學傳家便形成了范家的家訓，也因為這樣，讓范家有了十指登科的故事。關西嘅時候，最出名嘅就係講文嘅時候就講范朝廷嘅切嘅例子。接下來嘅時候，一般係有博士嘅資格哈，佢就全部對呢文方面非常嘅發展發達的。徐阿公說，范家有十指登科，並不是偶然的事情，而是范家對於子女的教育相當的嚴格，保有了客家人那種刻苦耐勞的精神。因為唐代嘅範圍嘅時候，范朝廷啊，高雄大嘅來自讀書嘅非常嘅嚴格嚇，按部頭嘅時候，從向佢嘅足勢看人嘅時候，佢按照嘅來含佢嘅讀書看人嚇，去年來讀書嚇，那但係讀唔衰嘅時，做個足勢就是叫下佢。徐阿公真的是道道地地的關西客家人哦，一生都在關西度過。他說，他還替關西寫了一首詩。也不管我們的攝影機準備好了沒有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吟唱起來了。三百神將幾變遷，茫茫結團三萬人，披荊斬棘在前戰燈，突突回響。在徐阿公的吟詩聲中，我們離開了，但震盪在心中的漣漪卻久久不散。感動的是，客家人對於家鄉總是有一份旁人無法比擬的情感。如果說客族最驕傲的事情是什麼，我們相信應該是那一份每個客家人都有的愛鄉心吧。